中风的患者除了传统复健，即阵阁有一款利用磁场刺激大脑的治疗方式，让中风的患者有法度渐渐开嘴讲话、甲写字。屏东的基督教病院这3个月就已经治疗20个中风的病人，而且这病院嘛提醒讲，中风了后3个月至6个月是康复的黄金时间，呼吁民众都爱提早治疗。字写了愈来愈好势，展先生的精神甲活力嘛有较好。展先生伫今年6月时阵中风，原本体力甲精神一天歹过一天，家属伫病医建议之下，接受中腹经络磁刺激系统的治疗方式，活力有豆豆恢复，嘛会使讲一寡简单的语词，甚至是写字的复健，拢有感觉明显的进步。他要讲我们听不懂，他也会很懊恼。他做了2次。他就不坐轮椅，他自己走。另外一位拄到车祸的陈先生，因为脑部的外伤，造成偏头痛，去影响到困眠。接受治疗了后，头痛明显减少，语言甲思考功能嘛有提升。屏东基督教病院引入这套中腹经络磁刺激治疗系统，算是非侵入性的神经调控技术，经由磁场刺激大脑，会使帮助受损的神经恢复功能。每摆治疗时间大约20至30分钟，患者无需要开刀，也无需要住院。院方表示，已经有20个人接受治疗，病况拢有改善。人家进步，我感觉讲袂痛，安尼我就好。好困，搁情绪控制会调，搁我咧即马咧甲讲伊，搁较会理解，听较有，伊咧讲话我也听有啊。做了精准定位之后，针对这个地区，然后反复重复的刺激它，动作方面会进步，语言吞咽各方面它都会进步。这项系统除了对中风的治疗有帮助，也有应用伫帕金森症、阿兹海默症等神经疾病。不过院方提醒，若病人体内有装金啊、金属的物件，就要经过评估了后才会使治疗。伊嘛呼吁中风了的3至6个月内是复原黄金时间，民众若发病爱提早治疗，骨力复健，才有机会搁恢复行动和语言能力的机会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